各位早晨，嚟到返工返學時間啦，一齊睇出面嘅交通情況。先睇下九龍過港島嘅行車時間。窩打老道南行線近住九龍醫院，行西隧同紅隧過海都交通繁忙，分別要16同14分鐘。至於經東隧呢，就交通正常，要大約17分鐘。轉睇下。漆咸道北南行線近住佛光街遊樂場，行紅隧交通繁忙，要13分鐘；經西隧交通正常，要大約12分鐘。再嚟睇下港島過九龍方面，興發街北行近住維多利亞公園，行紅隧交通繁忙，要6分鐘；經西隧同東隧都交通正常，分別要8同7分鐘。再嚟睇下出面嘅即時交通路況。先睇下九龍方面，窩打老道天橋路方向交通正常，條大多車。亞皆老街公主道天橋行車暢順。清水灣道近坪石邨來回方向都多車。紅隧九龍入口交通正常。漆咸道近理工大學往深水埗方向比較多車。轉下港島方面，告士打道往紅隧方向行車暢順。花園道落斜往灣仔方向道路暢通。交通消息先睇到呢一度。